去请贝勒爷进来吧。是。英哥，待会儿我跟贝勒爷说话，只要说着说着我瞅着你，那刚说过的话，你赶紧就告诉齐姐姐，看她怎么说。哦。陈贝勒爷。你，林姑娘，你没？齐姐姐把我救了。哦。贝勒爷，请坐。请。林姑娘，住持师傅，他不在。齐姐姐在是在的，可她生贝勒爷的气了。我知道。贝勒爷就算再忙，也该来看看齐姐姐。是我的错。哪能都怪贝勒爷呢？齐姐姐的性子，我是最懂的。当初阴差阳错，先让贝勒爷有了我枕霞妹子，却又让贝勒爷知道，我齐姐姐竟然也近在眼前，这造化弄人。齐姐姐也罢，贝勒爷也罢，又能如之奈何？林姑娘真是兰心蕙质，善解人意。这么一说，我舒心了许多。贝勒爷是舒心了，可我齐姐姐，她从来就没舒心过。方才听林姑娘所言，入情入理。我想启玉她听了姑娘刚才那番话，心里边也该舒服些才是。这件事情，从理子上说，自然有前因后果，全都说得通。可若从情字上说，就没那么简单了。妹妹，我想起当初的选择，可这心里面就乱七八糟的，好像一团乱麻，剪不断，理还乱。林姑娘，我不是来品茶的。我知道，贝勒爷是来解救齐姐姐的。林姑娘，你知道吗？赵府既已被查封，这接下来恐怕就是查抄。当年李家被查抄，卷口发卖，惨不忍睹。霞儿也曾像牲口一样，被人当街叫卖过。如今每每想起来，还是心有余悸。如今前车之鉴犹在眼前，林姑娘自然知道厉害。还请林姑娘，你能够帮我说服启玉，请他无论如何暂时避一避为好。不知能避到何处？到郑家庄最好。郑家庄。郑家庄。可那里不仅是令尊的地盘，也是贝勒爷的家。齐姐姐跟你去了那里，几乎就等于跟你回了家。贝勒爷，请想想，齐姐姐会跟你走吗？她没有必要跟我回家去。郑家庄大得很，她住到哪里都可以。实在不行，我给她再造一座庵，她住到那里去总可以了吧？我看这倒使得，只是不知我齐姐姐她怎么想。林姑娘，你去跟启玉说，只要能在赵府被查抄之前走避，启玉怎么想怎么做都可以。贝勒爷，那我想知道，宝琴能跟着一起走吗？启玉只要答应，我这就去见秦二爷。答应？答应什么？我不答应，绝不！我家姑娘的意思，您不是跟着贝勒爷回家，是在为您造一座庵。您去了那边，跟在这边是一样的，所以我家姑娘才……住口！你不必再说，你去跟林姑娘说，我绝不会离开这里，更不会跟着什么人到别的什么地方去。是。姑娘，
他这么说的。是。贝勒爷，看来这事儿不成了。启玉他还是不愿意离开吗？恐怕还真是让贝勒爷白费心了。可他应该明白，留在这里，那是危险的很呐。这个结果，其实我也想到了。哪里也不去，别说是查封，就是查抄，我和齐姐姐也不必非要离开这里。绝不可以，绝不可以。一旦赵府被查抄，赵家究竟有罪无罪已经不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举凡与赵府相关的一切必然玉石俱焚。这荣官园也罢，这云翠庵也罢，哪个都逃不掉。有件事情贝勒爷可能不知道，奉旨查办此案的金堂大人赵石飞，是我的老师。什么？这云翠庵，老师来过，也在这儿喝过茶。他多次说过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他都会关照我的。可他会关照启玉吗？一旦有事发生，我会请老师关照我请他关照的许多人，齐姐姐、宝琴，还有薛姐姐。我想请贝勒爷跟宝琴说一声，一旦有事，就让宝琴还有薛姐姐到这云翠庵来。林姑娘，真的是这样想？非常时刻，也只能有此非常之想。好一个非常之想啊！若是说启玉也能够有这样的非常之想，那就太好了。林姑娘真的相信那赵石飞到时候会庇护你们？为何不相信？姑娘自然相信，但是我不相信她。我还是要请林姑娘继续的帮我劝劝启玉。大难临头之时，还是暂且把那些心魔放开。告辞。英哥，去送送贝勒爷。是。贝勒爷有办法让我们离开？秦二奶奶也不要太高兴，坐下说吧。我能有这个办法，是因为忽然想到前些日子的一件事情。家父给令尊送来了一张冥寿帖。是倒是，可老爷把那件事给回绝了。那不要紧，只要老爷赞同这个法子，那张帖子还作数就是。可关键，这负责查封赵府的赵石飞，他是不是能通融？那他能通融吗？能被收买，就能通融。到底是个什么法子？这个法子就算是能行得通，他赵石飞也愿意通融。能在查封期内走避出去的人，也不会太多。赵石飞绝不敢做得太过分，他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释放几个人出去，那就算是不错了。毕竟圣域煌煌，咱们即使给他再多的好处，他也不愿意掉脑袋。那天老爷太太倒是说了，头一批要走避出去的，大约有那么7、8个人。有我林妹妹吗？反正林妹妹不走，我也不走。宝琴，那天老爷太太分派走避的人，我已经想到，你一定要让林妹妹跟着一起走。可是林妹妹还活着的事情，我怕骤然说出来会吓着老爷太太。二老毕竟年纪大了，所以隔天我才瞅准机会跟二老说了说，也说了你的意思。那天二老没给我准话，可又过了1天，咱家就给查封了。别说林姑娘，大家全都走避不成了。真是谢谢姐姐了。今日咱们又能走得成了，那姐姐就再帮我跟老爷太太说说好了。那是自然。
可我估摸着，要说的恐怕不止林姑娘一个。一旦查抄，玉石俱焚，我猜贝勒爷也不会让齐姐姐还留在云翠庵了吧？秦二奶奶真的是英明，在这走避的人当中，我是要给启玉留一个位子，可这事儿如何跟老爷太太去说？贝勒爷放心，我去说就是。多谢秦二奶奶。可是，要说服的，只怕不光是老爷和太太，恐怕跟那林姑娘一样，齐姐姐也是个绝不要跟着你走的。是。秦二奶奶，可有什么法子吗？一时还想不出，不过总要先说服一头，再说服另一头吧。是，我这就去跟老爷太太说明。告辞。哦。放开西魔，你能放开吗？你能，我不能。我还真是好佩服你。我没说我能放开。可你说了，这云翠庵，秦哥哥可以来，薛姐姐也可以来，这胸襟，真是好了不起。以往，我还真是看错你了。可我能怎么说？当初，他们把我和秦哥哥拆开。今日有了机会，我便拆开他们吗？那我成什么人了？你给我的，是他用过的茶盏。那又怎样？你当年没用过他的茶盏吗？当年既用过，今日为何便不能用？当初，你的绿玉豆还给秦哥哥用过的。再说，那只茶盏我重新洗过的，又有什么要紧？要紧，就是要紧。当初或许是不要紧的，可今日，它就是要紧了。贝勒爷的意思，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我估摸着，家父送来的那张明寿帖，老爷手里已经没有了，所以今日我又带了一张。啊，王爷可知晓贝勒爷的意思？既是暗度陈仓，还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啊，不过老爷为何又接受了这明寿帖？我会对家父有个妥帖的解释。这可真让我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啊！老爷千万不要这么说啊，请坐。当初李家被查抄，卷口发卖，秦兄弟、林姑娘、秦二奶奶帮我一起解救霞儿。啊，我与霞儿也才有今日啊。昨日霞儿听说贵府被查封，整整哭了一晚。这件事，我是必须要做的。啊，不过贝勒爷要知道，此事要冒风险。贝勒爷高义，我就不多说了。可赵石飞，他口口声声称我为恩师，可事到临头，他会怎样？我没把握。所谓明修栈道，就是要预备2顶轿子，老爷一顶，秦兄弟一顶。所谓暗度陈仓，这2顶轿子里面，自然不会只有老爷和秦兄弟2个人。哦，我的一点思念，已然说给秦兄弟和秦二奶奶听了。至于这2顶轿子，赵石飞是否会放行，老爷倒不必担心，我还是有些把握的。那就多谢了。 2顶轿子，请京堂大人给个面子。怕是不会只有2顶轿子吧？赵大人一顶，秦二爷一顶，不会多也不会少。哎，可本官奉谕查封，赵府已是门禁森严，人员更是不准出入。本官若是网开一面，难道不要脑袋了？这可不是一般的出入，是去郑家庄出席小皇子的明寿会。可这同样是违逆上谕，难道有什么分别吗？
难道说惊堂大人看不出分别吗？哎，还要请教。哎，那就算了。如此愚钝之官，本贝勒竟然认为他是个懂事的，真是看走眼了。哎，贝勒爷留步。怎么着？就这么一会儿功夫，傻瓜变通灵了吗？我这脑袋吧，确实忽然间灵光一闪。哦，好，说说看。这查封吧，乃是圣上诏谕；门禁呢，乃是本官职责。能否出入，确实有所不同啊。哪里不同啊？一般出入自然要进的，可要去的那地界那缘由确实不可进。先说缘由，恩师父子出席的乃是小皇子的冥寿会，若是本官骤然拦阻，这就不是不给我恩师的面子，实在是不给皇上面子。本官方才未曾虑及这一层意思。岂止是愚钝啊，简直是罪该万死！咱们再说要去的地界吧。啊，这地方可是贝勒爷的家，也是李王爷的家嘛。这冥寿帖是王爷下的，这冥寿会是王爷办的，卑职倒是给拦下来了，这叫什么？找死吗？不知卑职说的是也不是？哎呀，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！这惊堂大人虽说也曾经是一时糊涂，可你到底也是一个通人啊！我再给你透露点风声，这小皇子的冥寿会，皇上会亲自出席。皇上，你小点声。哦，此事牵扯皇上安危，千万不能声张。是，卑职会把嘴巴缝起来。我要跟惊堂大人说的是，你若认为这是个时机的话，明日小皇子的冥寿会，你可以与赵大人父子一同出席。卑职能吗？本贝勒允你出席，没人敢拦着。或许啊，在明日小皇子冥寿会的时候，皇上呢，哎，瞥上了惊堂大人一眼，心里说，这个小官是谁呀？倒是个懂事儿的。倘能如此，皇上对微臣垂柱有加，贝勒爷对卑职恩同再造。哎，可明日惊堂大人跟着一起走的那2顶轿子，可能比寻常的大一些。难道会有夹带？既是出席小皇子的冥寿会，自然会有些夹带，总要带一些冥寿礼品。惊堂大人总不会连这个也不放心吧？既是有意而为，总要有所担待。贝勒爷放心吧，那些冥寿礼，卑职一定保驾护航。懂事儿。惊堂大人果然是一个懂事儿的。哦，告辞了。贝勒爷慢走。惊堂大人，这回怕是玩大发了。怎么？这李亲王府这么帮着赵府，恐怕这里头大有文章啊！你还记得当初你我相识，还是你与我演说这府公府？这京城赵李王薛4大家族的血缘脉络，你给我说了个门儿清啊！就算照你所说，这李亲王府帮助府公府，亦是渊源有自。可你知道，这位琛贝勒爷的福晋是哪一个吗？他是我大清国开国8公的李公后人。而赵府刚刚故去的老祖宗又是哪一个？正是我大清开国8公李公的千金。所谓京城赵李王薛4大家族，他们其实是一家，是折了骨头连着筋的。这些你都知道。可另有一件事情却是你不知道的，这可是我做了京官之后，在京师浸染日深，才能有所耳闻。原来赵府的先祖荣国公，他老人家乃是圣祖康熙爷打小就在一起的玩伴，他老人家的母亲，更是圣祖康熙爷的奶娘，而这位郑家庄的李亲王爷，又是圣祖康熙爷的嫡亲皇孙。
这下你懂了吧？这李秦王爷为小皇子大办明寿会，为何不请别人？一定要圣尧开国八公的后人，更是琛贝勒爷亲自前来拜下请帖。我不知道那位圣祖康熙爷奶娘的后人，传到我恩师这一代，还能剩下多少阳光雨露？可到底曾经血脉相连，至少那李清王爷还是认这个账的。如此说来，这篇文章是这样开篇的，不知京堂大人要如何做下去啊？做文章起承转合，自然是要切题。那这篇文章的题目究竟是什么？大人可看准了？毕竟皇上已经对抚顺两府颁下了查封谕，紧接着的恐怕就是查抄啊。这其中皇上是什么心思？大人的恩师又是什么心思？大人总要问个是非利弊，仔细甄别，千万别弄错。问什么是非利弊？不问是非，只问利弊。难道没有是非？不是没有是非，是朝廷和官场上的事情不能问是非。这不问是非，只问利弊，是官场上办事的又一条真经。你可要仔细揣摩，学以致用，千万别辜负了我对你的期待。是，大人。老爷、太太，这边啊，您看看，就是这2顶轿子，改装成这么大，还真是费了不少功夫。来这边，老爷您看看这边。还是不够大呀。还小啊？再大就不是造轿子，是盖房子了。不算老爷和琴儿，每顶轿子最多还能塞上4个人。那可得好好合计一下。老爷这边要走避出去的，老爷的2房，还有他那1对儿女，赵唐和秋华，再加上我，这就是5个人了，满满当当的，够了。凤丫头要留下来跟着我办事，她不能分心。原说乔姐是要跟着你的，可你的丫鬟1个都不能带，身边连个伺候你的人都没有，你哪里还能照看乔姐？君儿是我的儿媳，她跟宝琴一起走，她也会照顾我的。君儿的负担太重，让她身边的丫鬟也跟着好了。让婴儿跟着，那双儿就不能跟着了。秦儿房里的丫鬟们，这回恐怕都先顾不得。不过，这是头一批，日后总还有机会。是。乔姐身边还是要有个更妥帖的人照看着。老爷太太若是恩准，就让石儿跟着照看我的乔姐吧。其实日常我也忙，乔姐呀，一直都是石儿带着的。就让石儿跟着好了。哎，这恐怕就够了。老爷的轿子里啊，早就满当了。晴儿的轿子里，君儿、婴儿、乔姐、石儿也塞得满当了。成了，就这样了。老爷太太怕是忘了，琛贝勒爷走了以后啊，君儿说了2件事情。不就是平儿那丫头又活了吗？可她是死是活，那是她自个儿的事儿，我才不要管她。太太不要生气，这不是太太要不要管她的事儿，是宝琴一定要管着林姑娘。这个孽障，她也不想想带上她，那让君儿的脸面往哪儿放啊？不成，我绝对不准。还有啊，就是琛贝勒爷叮嘱咱们要帮他一个忙的那件事儿。这件事嘛，贝勒爷一定要云翠庵的齐玉师傅也跟着咱们一起走避出去，这其中的因缘嘛，咱们也不必问了。其实咱们也没有办法去问，查封虽说不是查抄，已然是严禁出入了。要到园子那边去通知他们到这边来，已经办不到了，更不要说去问什么事情了。我看这倒是个好事儿，明儿个你就跟贝勒爷实话实说，园子那边咱不是过不去吗？
那人咱也没法带呀。只是很对不住贝勒爷，他这么帮咱们，咱们却不能帮他。二爷，你找我？对，我找你。我记得你上次跟我说过，我要想从这个园子到那个园子去的话，你有近路，不用走大门的。你也要这么走啊？啊，那可是要钻洞的。钻洞？洞在哪儿？赶快带我去啊！行，那咱走吧。啊，二爷，请。快点，二爷，快！这个洞是哪个弄出来的？不怕告诉二爷，是强哥。当年啊，他管着梨香院，跟灵官搭上了，经常要带着灵官出去玩，可是又怕人知道，就挖了这个洞。你既知道，为何不早告诉我？奴才哪知道二爷也要钻洞呢？行了，别废话，在哪儿呢？里面什么人啊？哟，是那个魔柴。到处搜，是。这儿不，这，走。我就说嘛，在咱赵府的地盘，谁能有我熟啊？哦，前面一转角就是云翠庵了，赶紧。好，禀祭陶大人，那2个人就是从这儿钻出去的。英哥，英哥，林妹妹还是不肯见我吗？我家姑娘还有启玉师傅要说的话，要我来转述给秦二爷。这叫什么嘛？秦二爷一定相信我，姑娘要我转述的话，我一句都不会错。啊，不是一个字都不会错。行，来。我家姑娘说，她要说什么话，其实二爷是知道的。二爷若是一个人，我家姑娘天涯海角都愿意跟着二爷。可如今二爷不是一个人，我家姑娘会不会跟着二爷一起走？二爷心如明镜，就不必再说了吧。我就知道林妹妹会这么说。我家姑娘还说了，现在二爷的家里头有老人有妻室，在家千日好，出门1日难。既是明日一早就要离开，那今天晚上可有的忙了。所以请二爷这就赶紧着回去，别在这里耽搁了，要不我家姑娘可担待不起。什么话呀？这叫什么话呀？这些话都是我家姑娘说的话，剩下的就是启玉师傅说的。这到底怎么了？这齐姐姐也不肯见我呀。启玉师傅说，他倒不怕跟着二爷走，可二爷要去的地界是郑家庄，这个可不大方便了。这我早就想到了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这走避郑家庄也是无可奈何，没别的选择。你没跟他们说呀？二爷要我转的话，我一句也没落下。我家姑娘和要我转给二爷的话，我也一个字没留着。好，英哥，劳烦你再去回一声，跟我林妹妹和齐姐姐说1000到1万，只要他们俩不跟着我离开，我今天晚上就不走了，我就在这儿待着了。二爷，你真不走了？不走了。那我可就这么回了？就这么回。你说什么？他不走了？看样子这二爷真生气了，他那个性子啊，弄不好真要在这儿待1晚上。不行，他必须得走啊，必须得走。英哥，你再去盯着他，别再出什么事了，快去。怎么就不走了呢？你急什么？他愿意留在这儿，那就让他住下好了。齐姐姐，宝琴必须得走。你真不懂啊，
年前李家被查抄的时候，郑家妹妹像牲口一样被变卖，你是没见着，她魂儿都给吓没了，好多天才缓过神来。若是这个家也给查抄了，把宝琴也给变卖了，那我哭也哭死了。那你就跟他一起走，你只要跟着他，他准定会走的。那你怎么不走啊？我走你走，那是不一样的。你的秦哥哥请我也跟着走，那是因为他受了琛贝勒爷的托付，他不得不来说这个话。你不一样，你是他的命根子。你别又气我，你知道的，我不会跟他走。禀住持，金堂大人请见。好邪门儿，他来做什么？你跟金堂大人说我们都已经歇下了。是。哎，等等，要把这个鬼赶走，也只好借助钟馗。你的秦哥哥，他是个鬼啊。也对，他啊是附在你身上的鬼。跟你说，没办法，你赶不走的。不行，他必须得走。去，请金堂大人稍后。是。要去你去，反正我是不去的。姐姐也不必去，这点事情我还能做得好。老师请。萍萍啊，祁煜师傅不在啊？祁姐姐已经歇下了。老师这么晚来，是有事啊？我倒是没事，我是怕你们这里出事啊。怎么？是这样的，我的属下向我禀告，说这隔着院子和园子的围墙，不知道给什么人凿开了一个大洞，我还真是吓了一跳。你说那边院子还好，人多，护院也多，可这边院子就不一样了。云翠庵、荷香村，住的全是你们这些，女流之辈嘛，是个个手无缚鸡之力啊。这真要有个强人过来，那可怎么得了嘛？老师还真是猜着了，还真是从院子那边过来了个人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不过倒不是个强人，是我宝琴哥哥，他是来看我的。老师下令，这院子和园子里到处都是门禁，宝琴没办法，要过来，只好走墙洞。这本来也没什么，可他借过有门禁，又再不愿钻洞，说今晚上就不回去了，这可就急坏了祁姐姐。她这坎外清净之地，哪里能容男人住进来呢？可这个人是我宝琴哥哥，祁姐姐又不好发怒，一气之下就回他的禅房睡下了。老师来的真是正好，学生的意思，想请老师帮个忙，让官差们把我宝琴哥哥给送回去。他要是还不走，倒也可以吓唬吓唬他。不过，可不能给我把他吓坏了。就这事儿呀？是啊。成，我就不看你面子，也得看着我恩师的面子，不是？那是我恩师家的小祖宗，我哪敢吓着他嘛？学生，多谢老师了。那我这就去办。你们做什么呀？不能走！林妹妹，林妹妹，你快出来呀！我有话要跟你讲。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我不能走！林妹妹，林妹妹，你快出来！我有话要跟你讲。别说，放开我！你老师还真听你的话。师生如父子，他还真是关心我的。不会别有用心吧？呸！他是我老师。
乔姐，你听娘说，你一定要听你姨妈的话，娘很快就会来。啊，娘，你可快来啊！乔姐，娘，快来哦！娘，不行不行，等等啊，还得再等等啊！这齐姐姐和林妹妹她们还没来呢，等等啊，好姐姐，你跟他们再说说吧。宝琴，这来，咱们还得再等等，他们还没来呢。宝琴，父亲，上去。宝琴，快上去吧，别惹老爷太太生气啊！二爷，保重。你放心，我会照顾好宝琴的。起轿。双儿妹妹，双儿妹妹，别伤心了，来，听我说，大难临头，这是没办法的事儿啊。凤姐姐，太太曾经答应过我什么，你是知道的。可到头来，我终归还是个丫鬟。姑娘也真是的，又让他赶紧离开，又舍不得他走。这回怕是真走了，再不会回来。我看未必。祁煜师傅也来了，难道也有要送别的人？当然有。是谁呀？我怎么想不出来？傻丫头，听你家姑娘胡说。我胡说？上回宝琴跟着老祖宗的灵柩南下，我也是到这里给她送行，也是在这里遇到了齐姐姐。对对对，我也想起来了，原来祁煜师傅要送的跟我家姑娘一样，都是秦二爷吧？人是同一个人，可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。究竟如何不一样？齐姐姐能说来听听吗？说就说，你可别恼。说的是齐姐姐的意思，我恼什么？这意思，其实我跟宝琴说过，我和她是知音。好雅致的交情。不过，林妹妹与宝琴哥哥的交情，那可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我不许你说。瞧你，恶狠狠地逼着我说了我的，倒不准我说你的。这天下哪有这么不公平的事情啊？你要敢说出来，我就再不跟你好。